歡迎各位收睇天盛 Channel， 又係陳思正同大家分享天盛苑嘅大小事。今次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我哋嚟緊8、9月份嘅活動。咁我哋嚟緊8、9月份啦，咁就又係暑假啦，咁又係呢個流感嘅高峰期。針對翻呢啲事件嘅活動咧，就安排翻俾大家嘅。咁啊，例如咧8月咧，我哋會有2場嘅平安紙嘅講座。咁呢個平安紙講座咧，我哋已經係搞第3次㗎啦。咁啊，每次都係好受歡迎爆滿嘅。咁就有呢一個嘅註冊嘅律師啦，同埋呢一個嘅嗰啲叫做理財策劃師咧，咁啊同大家分享翻呢一個平安紙嘅要點啦，同埋係一啲叫做遺產承繼啊，或者轉名啊各方面嘅一啲咁樣嘅需要注意嘅事項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警察嘅防止罪案科防騙攤位咧，就會喺8月31號，即係喺呢一個嘅臨翻學前嗰個假期啦，暑假最後一日，咁就會喺天盛苑咧就會搞一個防騙嘅呢一個嘅攤位講座嘅。咁各位咧，如果行開行埋啊，或者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落嚟參加。咁啊，就了解下而家係一啲騙徒最新嘅嗰啲嘢咁嘅行騙手法啦，咁樣係譬如屋企嘅長者可以咧就有所提防咁樣嘅。咁啊喺9月份咧就中秋節啦，喺9月19號咧，咁我哋依舊咧就係有呢一個派月餅嘅活動。咁亦都係同埋往常一樣，我哋月餅咧就係由呢一個嘅管理公司同埋呢一個嘅承辦商係贊助，我哋係唔使好似以前咁樣攞錢出嚟派嘅咁就免費派俾大家一個低糖月餅。咁啊，另外仲加咗一個水果咁樣嘅。咁啊，應該係之前嗰幾日咁上下啦，大家留意下呢一個嘅海報，我哋就會進行登記咁樣嘅。咁啊，最後啦，咁喺9月30號咧，咁我哋就會係開始就進行呢一個嘅流感疫苗同埋呢個肺炎鏈球菌疫苗嘅呢一個嘅注射日。咁都搞好多年㗎啦。咁今年咧亦都係咧就會喺呢一個趕喺呢一個嘅流感高峰期，即係喺10月中、10月尾咁上下嘅流感高峰期之前咧，就係開始就係進行呢個疫苗注射保障大家嘅健康唔好就俾呢個流感係呢一個侵襲嘅。咁以上咧就係我哋8、9月份嘅活動啦。多謝各位收睇，多謝晒。